咁啊，一個咁混亂嘅社會裏邊啊，你點樣去讓我哋呢種智慧嘅學問、成長嘅學問可以流傳？咁咪要守護咯，要守護咯，要多啲人出嚟去發聲咯，要多啲人講翻啲正面嘅信息咯，唔可以俾呢啲異端邪説、歪理佔據所有人嘅心靈啦。咁就要護啦，就係咁。所以以上呢三個誓願可以講最具有普遍性，足以包含涉一切嘅願，就係要得法，要説法同埋要護法。以時世尊即記聖文，佛陀聽到之後咧，好肯定佢，非常之支持佢，就同佢講：三大誓願如一切色，悉入空界。如是菩薩行沙諸願，皆悉入此三大願中。此三願者，真實廣大。佛陀咧好肯定聖曼夫人所發嘅呢三個誓願，而且進一步指出呢三個誓願係具有最大嘅普遍性。最大嘅普遍性點解咁講咧？佛陀喺呢度用咗個譬喻係咁講嘅，如一切色，色即係形式，你可以亦都講物質，一切具有形相嘅事物都叫做色，睇得到、摸得到，甚至乎聽得到嘅對象，全部係色嘅範疇裏邊。一切色即係一切對象，你可以視之為對象的東西。如果解得質實啲，有啲人就話色就係物質咯，咁樣亦都無不可。不過咁樣就比較實啲咁樣解。其實色就係對象，一切對象全部係喺空界裏邊成為對象。空界咩咧？空界就係虛空，亦即係宇宙。宇宙係乜嘢？宇宙其實就係時間同空界，就喺時空裏邊。一切對象能夠成為對象被你觀照，佢必然有個條件，就要喺時空裏邊成為對象俾你去觀照。所有嘅對象、所有嘅物質、所有嘅事物，佢都存在喺虛空之中，亦即係存在喺宇宙之中。然之後被你觀察佢，成為你嘅對象，意思係咁。用呢一個嘅譬喻，目的係説明咩咧？即係目的係説明聖曼夫人所發嘅呢三個誓願係具有最廣大嘅普遍性，就等於所有嘅對象都全部喺宇宙之中一樣。宇宙係無所不包，就係講呢個意思。宇宙係無所不包，係咪啊？所有嘅嘢都喺宇宙裏邊存在噶嘛。宇宙係無所不包，就要講無所不包呢四個字，其實就係無所不包。一切色都落入於呢個無所不包嘅宇宙之中，就形容一切嘅承諾、一切嘅願都無所不包地落入呢三個願之中。換言之，呢三個願最具有普遍性，就要講出普遍性呢三個字。好清晰，要講出普遍性呢三個字，係最具有普遍性。最具有普遍性嘅意思就係、所有菩薩所發嘅所有嘅誓願，不外乎就係呢三個。一切菩薩所發嘅所有嘅願，不外乎就係呢三個嘅領域之中，就要得法、説法同護法，非常之重要啦。非常之重要，濃縮成三個，將前面10受再濃縮成為三個，囊括一切菩薩所發嘅誓願。所以而家明白啦，
啊！你真係要發心做菩薩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追隨佛教呢種智慧，自己要學做一個菩薩。點發願啊？就發呢3個字。發願要得到好似佛一樣嘅智慧，無上正等正覺。發願要將自己嘅得着為眾生宣傳，講俾人聽，亦即係要做傳道人，傳道人傳出去，講俾人聽就傳出去，傳法者傳道人。第3就係要護持正法，喺呢個咁混亂嘅世界裏邊，要保護呢種生命成長嘅學問，保護呢種智慧嘅學問，保護呢種覺悟嘅學問，要保護佢，唔好令佢受到傷害。呢世界太多混亂嘅信息，就需要人保護正法。你做菩薩就發呢3個字。然後就行呢3條路，望住呢個3個方向行過去，就係菩薩嘅實踐啦。所以佛陀話：皆悉入此3大願中，全部所有菩薩嘅願，恒沙諸願，恒沙形容其多啦，恒沙就恒河裏邊嘅沙，恒就恒河，沙咧就恒河裏邊嘅沙，咁多唔多啊？極多啦，沙邊度能夠數得到啊？形容其無量無邊無數無限，無量無邊無數無限，所有嘅菩薩嘅願全部進入呢3個大願之中，即係囊括晒啦呢3個大願。此3願者真實廣大啦，係最真實嘅，最廣大無邊嘅，最具有包容性，最具有普遍性。好清晰咯喎，嗱，將10受再濃縮成為3願，然後再講第4章，再將3願濃縮成為1點，由10變3，由3變1。呢1係乜嘢啊？就攝受正法，就係攝受正法，好有層次嘅，嗰個義理一重一重向前推進，好有層次，好有邏輯性嘅。好有系統，好有邏輯，好有秩序嘅。由10受變3願，由3願再變1點，凝聚係1點，就攝受正法。好，以下第4章比較長啦，呢一個章次咧，可以講就係進入聖曼經嘅主體部分。開始進入主體部分，爾時聖曼白佛言：聖曼夫人就再同佛講：我今當復成佛威神，説調伏大願，真實無異。我願意承繼復進一步承繼佛陀嘅偉大嘅能力，威神偉大嘅能力，為眾生説調伏大願，就調伏各種煩惱嘅方法，同埋我嘅呢一個誓願，調伏眾生嘅煩惱嘅方法同埋誓願，誓願要調伏眾生嘅煩惱。真實無異，係最真實嘅，係唔會再有其他分別嘅講法，只有唯一一種咁樣嘅講法，唯一咁樣講，咁樣做，咁樣講，咁樣嘅方向係唯一嘅，係最高嘅，係無異嘅，無異就係唯一，無異就係唯一，唯一即係絕對，最真實，唯一嘅。絕對嘅一個咁樣嘅願，咁嘅意思嚇。好，佛
佛告聖曼啦，佛陀咧聽到之後咧就同聖曼夫人講：視聽語說，視就係隨意咁樣講啦，可以即係接受佢，容許佢，就讓你隨意嘅發表，講出你嘅體會啦，叫視聽語說，好文下嚟嚇，呢啲翻譯好文，視聽語說。我準備隨你所說去聆聽，請你隨意去宣説啦。意思就譯做白話就應該咁。非常之文雅嘅4個字，視聽語説。好，然之後再講聖曼白佛言。好啦，以下咧開始聖曼夫人咧為主嘅説法嘅內容啦。以下基本上咧佛陀就內唔中出嚟肯定下佢。聖曼夫人咧就講出佢嘅主要嘅體會，就先講第一點。菩薩所有行沙諸願，一切皆入一大願中。所謂攝受正法，攝受正法真為大願。先講呢個宗旨，呢個叫標宗，將佢標佢出嚟。宗也者就係宗旨嘅意思，將嗰個宗旨標佢出嚟，將個大題目放出嚟，即係話將個大題目擺喺前面。咁大家知道以下要講咩啦？有咗個主題。咩大題目咧？大題目就咁講嘅。菩薩所有行沙諸願，所有嘅菩薩所發過嘅所有願，菩薩必然發願啦。而且因應菩薩嘅感受體會、具體嘅生命嘅處境，唔同嘅菩薩就會發唔同嘅願。有啲菩薩就係贈醫施藥嘅，有啲菩薩就安穩眾生嘅，讓眾生咧得到現實嘅資具嘅。有啲菩薩咧就係讓眾生咧離苦得樂嘅，有啲菩薩咧就係解救眾生嘅災厄嘅，好似觀世音咁。觀世音就係解救災厄，解救災厄嘅菩薩，特別係同海有關嘅災厄，所以觀世音菩薩係解救海難嘅菩薩。海難點解普陀山喺海邊咧？係一個島咧，就因為咁嘅理由。大家知啦，寧波再過少少上海下邊就寧波啦，寧波向東有個島就叫普陀山啊嘛。觀世音菩薩道場，所有菩薩道場喺山上面，只有佢嗰個喺海度。因為佢喺印度佛教嘅歷史裏邊，佢就係解救海難，同海有關。咁即係意思係咩咧？就唔同嘅菩薩咧，因應佢成長嘅生命嘅故事，就會有唔同嘅願嘅內容，係咪啊？唔同嘅願嘅內容。好啦，咁而家就所有嘅願全部係歸於一個大願之中，歸於一個大願之中。咁就係而家講緊嘅呢一個就所謂攝受正法啦。呢個大願就係攝受正法，係攝受正法。攝受正法真為大願，進一步再強調，攝受正法先正係最真實、最大、最終極、最絕對嘅願嚟嘅。咁呢個就標宗啦，將嗰個宗旨，即係將個大題目列出嚟，就叫攝受正法4個字。咁以下講咧就係圍繞攝受正法，題目先出咗先。咁佛陀咧就好讚賞佢，內容都未講啊。佛陀知道佢講咩啦，當然係咁聽到之後咧就好讚賞佢啦，都未開始上課即係聖曼夫人就講話今日要上咩課？佛陀話：呢個課上得好，但個課都未上，係咁噶嘛。咁佛陀咧就讚佢啦，就善哉善哉，智慧方便甚深微妙，予以長夜植諸善本。佢話你嘅智慧嘅能力，智慧即係對實相嘅透入嘅能力。方便咧，方面就説法嘅能力，教導眾生嘅能力，兩種能力嚟